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今次嘅旅程喺布吉玩咗4日，參加咗 PP 島嘅1日團，同埋去咗保育大笨象嘅園區。我哋搭8點幾嘅早機由香港直飛布吉，差唔多降落嘅時候，見到好多快艇準備出外島玩。去到機場，我哋 call Grab 去位於巴東嘅酒店。我哋揀咗最平嗰隻車種，大約係1000蚊泰銖，但係點知嚟咗架大車喎。車程大約係1個鐘，因為佢冇 highway， 全部都係小路。我哋入住嘅係 Eden Resort and Villas。佢嘅大堂喺呢個室外嘅位置，一邊係嘈吵嘅街道，另一邊就係寧靜嘅花園。入住嘅時候要先俾5000蚊泰銖嘅按金，可以用信用卡。退房嘅時候會俾返你。有職員幫忙運送行李到房間。嗰日我哋大約1點鐘就到，職員俾我哋預早 check in。入住 Eden 之前1個星期左右，收到酒店嘅 email 問我哋有咩需要。咁啱係我哋結婚9年嘅日期附近，佢就安排咗呢個佈置俾我哋。Garden Terrace Suite 2晚嘅價錢係2500蚊港幣，連2人早餐。星期日至星期二，佢係用新鮮嘅花瓣同埋草葉嚟佈置，仲有提供藤袋俾住客用，可以攞去沙灘或者泳池。只有淋浴冇浴缸。有提供新鮮嘅柑，同埋雪櫃入邊嘅汽水係免費㗎，仲有埋睡拖兼沙灘拖鞋。有啲房間可以直達泳池。如果想要有私人泳池嘅話，呢度都有。佢都有個 gym room。呢間酒店係2025年新開幕，有28間房。我哋嚟到泰國嘅第一餐竟然唔係食泰國菜，而係土耳其菜，因為見到佢喺 Google 嘅分有4.9分咁高，所以試下。佢有免費麵包提供，食物係 OK 嘅，但係未必個個華人鍾意食。布吉嘅假日夜市係喺舊城區，逢星期日晏晝4點鐘至到夜晚11點。Call Grab 由巴東過嚟，大約係600泰銖1程。呢個夜市都算大，有好多手信店、服裝店同埋小食店。通常過咗6點就會好多人。我哋都幫襯下，買咗啲燒扇貝同埋燒龍蝦。買咗呢隻加大買嘅龍蝦1200泰銖，揀咗一半用辣椒，一半用芝士嚟調味，味道唔錯，啖啖肉幾好。仲有買燒魷魚150蚊泰銖，味道 OK。趁夜市仲未好逼嘅時候就走啦。酒店門口就有按摩店、餐廳同埋便利店。揀咗做2個鐘嘅泰式按摩加香薰推油，只係1000蚊泰銖，都幾抵喎。間鋪細細間，感覺乾淨。有個叫阿 Chai 嘅男技師，我老公話佢按得好好嘅喎。酒店嘅早餐8點鐘先開始。放出嚟嘅有沙律、水果、乳酪同埋麵包，自己攞。放出嚟嘅熟食唔多，因為有即叫即整嘅菜單，個人覺得仲好。即叫即整嗰啲都係可以任食，冇限。叫咗個煙三文魚 Egg Benedict 同埋1碗湯河粉。今日只係得半個鐘食早餐，因為今日8點半會有車嚟接我哋去 PP 島1日遊。我哋喺 KKday 買咗包酒店接送嘅1日遊，只係380蚊港紙1個人。另外要再俾400蚊泰銖去國家保育公園馬亞灣。上船之前有少少小食提供，跟住就係我哋噩夢嘅開始。第一，冇做足功課，唔知道呢程船要搭足1個鐘頭嘅快艇。第二就係太多人啦，有成30幾個人坐喺隻快艇上邊。好逼好焗。
第一站係皮萊灣，又稱為天堂灣。你可以選擇喺灣外面游水或者浮潛，咁但係嚟到就梗係要入去啦。入去就要另外俾400泰銖一位上長尾船。入到那缸入邊，三面環山，水面形成翠綠色，係靚嘅。石灰岩石包圍，所以啲水好平靜，好適合游水。雖然個環境係靚嘅，但係實在太多遊客、太多船啦，根本就冇辦法去享受呢個環境。呢個景點停留咗30分鐘左右就走。下一站係國家公園Maya Bay馬雅灣。落船之後，先經過一啲小店鋪同埋洗手間，就嚟到馬雅灣。呢度係因為 Leonardo DiCaprio 主演嗰套 The Beach 而聞名，但係因為過度觀光，所以2018年關閉咗，到2022年重新開放。但係就限定每日遊客人數，同埋唔可以再喺沙灘度游水，船隻亦都唔可以停泊喺度。從來都冇見過咁幼細，好似粉狀嘅沙粒，啲水都好清。不過可惜只可以踩下沙就要走啦。跟住我哋去咗 PP 島嘅另一邊玩浮潛，團友包埋浮潛嘅用具，如果驚衛生問題嘅話，可以幫佢買一嚿新嘅牙膠。但係因為我哋自己有，所以我哋用自己嘅。原本嘅行程仲話會去猴子島，但係導遊話今日冇猴子喎，所以直接就去食 lunch。行程係包埋一餐自助午餐，但係食物就麻麻。呢度附近有其他店鋪同埋餐廳，都可以自費食買其他嘢，仲有個公共更衣室可以沖身。其實如果好似我咁唔中意搭1個鐘頭快艇嘅話，其實係可以搭2個鐘頭嘅大船去到 PP 島，再租長尾船去遊覽。咁樣價錢會貴啲，同埋時間需要多啲，但係就舒服好多。最後一站係喺呢個小島上面游水，亦都可以租水上電單車。唔知係咪因為7月嘅關係，又係人山人海。講真，個人嚟講真係唔享受今日嘅旅程。嗰程又逼又燉嘅快艇確實好煎熬，跟住去到每一個景點都係好多人，個餐晏又唔係咁好食。最後導遊話仲有一個島要去嘅時候，真係嚇親我。幸好佢只係講笑，我哋最後到嘅島係布吉島，真係可以返酒店啦。夜晚大約6點左右返到酒店，決定直接喺酒店嘅餐廳食晚飯，即係今朝食早餐嘅地方。佢嘅食物質素真係唔錯，啲海鮮都好新鮮。臨瞓之前，我哋再去尋晚嗰間按摩店，酒店住客有折價。今日有足夠嘅時間慢慢食早餐。由於冇乜人嘅關係，餐廳嘅環境好寧靜舒服。點咗即叫即整嘅粥、炒蛋、法式多士同埋 pancakes。我哋直接喺 Phuket Elephant Park 官網嗰度 book 咗個 tour。佢係一個保育大象嘅園。唔可以騎象，亦都唔會俾遊客幫大象沖涼。book 咗一個2個鐘頭嘅 tour， 由11點至到1點。一開頭先俾一籃蕉嚟餵大象，因為要經過一啲泥地，所以佢會提供水鞋。衛生問題記住帶襪啊，或者可以喺佢間店鋪度買都得。全程都有個導遊帶住我哋行同埋講解。另外每一隻象
都有佢自己嘅治理員跟住。有啲像可以摸，有啲就只可以遠觀，要視乎佢哋嘅性格，要尊重佢哋。呢個 tour 要1400蚊泰銖，即係大約350蚊港幣，包酒店接送。雖然唔係叫平，但係都值得去支持下保育。職員話呢度所有嘅大象都喺其他園區或者動物園拯救出嚟嘅。有啲仲可以攬住佢個象鼻，好親民。返香港之前一晚，我哋轉到去另一間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， 都係喺巴東區嘅。佢喺2020年開業，比起 Eden 大好多，有600間房。下晝3點後 check in， 中午12點前 check out。平日2人雙床房1500蚊，連早餐。呢個 welcome snack 可以講係難食，超級甜。房間對住酒店泳池，酒店仲有另一個泳池對住巴東沙灘。今日下晝開始落雨，所以泳池冇乜人。泳池側邊個酒吧 Happy Hour 時段有買1送1。之後去咗巴東嘅大型購物商場行咗一陣街。喺 food court 叫咗個芒果糯米飯同埋椰子雪糕，都幾好食喎。有經過酒吧街，但我哋冇入去。夜晚喺酒店門口嗰間餐廳食燒烤放題，因為住客有折扣，每位大約799蚊泰銖。自己夾起啲生肉同埋海鮮，然後俾廚師幫我哋燒。另外仲有少量沙律、甜品同埋熟食。食物質素算 OK， 啲肉同海鮮都新鮮，但係真係選擇唔多。之後喺巴東沙灘散下步先返房。第二朝好天，有返啲陽光。
職員話呢度嘅早餐係巴東區最出色嘅早餐。可以自由配搭自己整新鮮嘅果汁。食物選擇非常之多，西式、泰式、中式、印度菜都有。款式係有好多，但係味道就真係一般。我哋其實比較鍾意之前 Eden 酒店嘅早餐，起碼即叫即煮，好食好多。加上呢度人太多啦，呢度嘅環境就真係比較嘈吵。因為沙灘太大浪啦，游唔到水。我哋都鍾意踩下沙，接觸大自然。酒店容許住客退房之後，仍然用佢哋嘅健身室同埋泳池，只要 check out 嘅時候同職員講就得。夜晚6點幾返香港，返香港之前再做到個腳底按摩先。佢有提供即棄拖鞋，60分鐘嘅腳部按摩，大約係590蚊泰銖。多謝各位收睇，下次旅程再見，拜拜。